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沙姨姨啊。喺我人生嘅旅遊清單裏面呢，有長江三峽呢個地方喎。我同自己講，70歲之前呢仲行得，一定要去一次。去長江三峽呢，就要揀好隻船先至去。我啱啱去完返嚟，玩咗7日，由武漢玩到重慶，喺遊船上面仲瞓咗4晚添。今集就介紹呢一隻美維海船號，你哋睇下啦。呢一個呢就係7日嘅行程，武漢入重慶走。喺呢一集呢，我唔多講成個行程，我最主要呢都係介紹美維海船號啫。行程第一晚呢就住武漢，然後第2日我哋坐旅遊巴呢由武漢去宜昌。咁啊行完行程之後，夜晚食完飯呢就出宜昌碼頭啦。一到碼頭呢，船公司有人已經接待啦，我哋就將行李呢就全部放低，然後人呢就行去碼頭嗰度上船。而家鏡頭前面呢就係美維海船號啦，佢係一隻新船嚟㗎，2025年9月先至落水嘅。而家呢，我哋係搭1分鐘嘅電梯啊，就直接駁上船。呢一隻船呢，全電力推動嘅，呢隻船有17000噸，暫時長江三峽最大嘅郵輪嚟㗎。甲板層數呢就有7層，236間標準房，22間行政套房同埋2間香格里拉套房。上咗船攞鎖匙啦，今次佢安排咗我住3樓嘅319號房。船裏面嘅房、廁所啦，呢度呢，我先乾濕分離嘅，咁樣係啦，跟住出嚟呢，就有張梳化嘅位置啦，煲水梳化係啦，有2張床，有電視機，跟住呢度就係露台，開咗先。3樓露台，隔籬泊咗隻船啊！因為而家未開船，到開船嗰陣時候再影。呢度設備都好貼心，好似床頭咁樣啦，有 USB 插頭㗎。原來仲有個衣櫃添，打開個衣櫃，裏面呢就有個夾萬仔啦，同埋有拖鞋供應嘅。呢度所有個房間呢都係有露台嘅。資料顯示呢，呢一隻標準房呢都有20.9平方，咁細間房都可以做到廁所乾濕分離，我就覺得唔錯啦。呢張係好緊要嘅鎖匙卡，日日都要帶住㗎。呢一張呢係介紹呢5日4夜呢一艘船經過嘅行程。而船上面呢，每一日都會派行程表放喺你間房裏面嘅，等你知道每一日船公司會安排啲咩行程，同埋船裏面有啲咩活動俾你參加。好，帶大家呢行隻船1個圈先。我就幾喜歡呢一隻船嘅呢一個中庭位置。呢一度係2樓，2樓呢係前台嘅位置。每一日上落船參加行程呢，都由呢一度集合嘅。嗱，你睇下呢度，望上去個中庭，上面幾靚。前台側邊呢就係攝影中心，沿途會不斷會有人同你影相，買相就係呢一度啦。隔離就係商店，買啲手信咁啦。仲有幾張按摩椅。呢度係健身室，沙公係最中意嚟呢度噶啦。呢度有按摩房，呢個係按腳嘅位置，亦都有幾間獨立房按全身。為小朋友而設嘅兒童遊戲室，仲有剪頭髮同埋美容服務。呢一度呢就係娛樂室，可以打下牌或者坐下大碟都得㗎。仲有醫務所。講到餐廳，呢隻船呢有2間餐廳，呢一間係2樓嘅皇朝餐廳，全部以自助餐嘅形式，早午晚3餐呢就係喺呢一度食。呢一間餐廳裏面呢，所有嘅餐台呢都係大台嚟嘅，入到去就自由選座。如果你想尊貴一啲嘅服務，可以加錢到6樓呢一間鼎景小館嚟用餐㗎。我記得呢，當其時呢升級價呢5日4夜係300幾蚊嘅啫。講翻嗰個餐廳先，嗰個餐廳呢就
每人就固定嗰張台㗎啦。咁啊，早午晚三餐都會喺度食嘅。咁呢度服務亦都唔錯嘅。咁啊，每一台咧佢都會有指定一至兩個侍應咧，專係服侍你呢一台嘅。咁佢哋第一日咧就會介紹自己個名㗎啦。咁跟住佢就咁多日咧，都會知道你一坐低要飲啲乜嘢啊，咁樣就倒俾你飲啊，咁樣㗎啦。幾好嘅，呢度服務唔錯。升級咗用餐嘅地方，當然就舒適啲啦。攞食物嘅位置寬闊咗，同埋攞食物嘅人都冇咁多。呢一間餐廳呢，有兩邊嘅食物台，地方都好寬闊㗎。而家係早餐時段，有飯啦、蛋啦、西式、中式咧，乜嘢都有啊。而我最欣賞呢，佢哋嘅煎蛋區，因為佢煎啲蛋係心形㗎。呢邊呢係中式嘅早點。今日我攞咗又係心形蛋，呢一個好得意啊！我覺得係應該係饅頭嚟嘅，少少淮山啦、腸仔、粟米粥、咖啡，咁就夠啦。而每一朝咧，有工作人員用中英文雙語喺度宣佈今日嘅行程講解，亦提大家咧今日出發嘅時間同埋集合嘅時間。跟住落嚟呢，全部都係啲午晚餐嘅菜式。基本上呢，佢嘅熱盤呢，每一日呢都有唔同嘅種類嘅，唔會一式一樣，亦都有壽司食。每一餐嘅麵檔師傅係最忙嘅，因為要迎合呢唔同地方嚟嘅客人呢，所以我覺得餐廳嘅菜式呢都迎合晒唔同地方嘅口味嘅。我啊見到呢就有啲麻辣啊、辣嘅菜式呢都包括在內嘅。亦都有好多咧特色嘅菜式咯，嗱，好似廣東嘅燒鵝啦、鵝頭啦，仲有煎牛扒添啊！呢個粥咧叫全家福，佢裡面有海參、鮑魚、瑤柱乾㗎。好多人同我講，長江三峽啲郵輪咧三餐嘅食用咧唔係咁好。我之前有準備杯麵上嚟㗎，但係完全用唔着啊！我深信咧，揀一隻優質嘅郵輪坐咧係好緊要嘅。美維海船號嘅食用啊，俾我真係超驚喜啊！呢度每一餐嘅甜品咧都有好多選擇，有豆腐花啊、生果啊、唔同嘅糕點啊。我最中意就係呢個蛋撻同埋涼粉啊！船長晚餐咧仲有紅白酒飲添啊！呢個就係船長啦。跟住介紹下船上面呢個行政走廊先，佢係位於3樓嘅。只要每人加298蚊，你全個行程咧就可以入呢個行政走廊，裡面享用所有嘅茶水啦，同埋小食嘅。因為行政走廊咧唔係個個咧都俾錢 join 嘅，咁我 join 咗啦。但係呢一度咧，我都建議大家咧俾錢 join，好舒服噶，冇咩人。嗱，如果你想出去咧，睇三峽景色嘅話咧，呢度出去又唔使同人爭位喎。咁你話呢一度幾好啊？又有茶點，又有咖啡茶嗰啲飲嘅。就係朝頭早10點啊，唔係朝頭早8點啊，至夜晚10點，隨時都可以入嚟。呢個行政走廊室內嘅地方，嗱，室外嘅話咧，而家帶大家嚟睇下。呢度出邊咧已經安排咗咧台凳啊、梳化椅啊、千秋椅都有啊！嗱，如果冇加錢嘅話呢，就喺邊一度睇三峽風景呢？就係上面甲板啊，頂嗰度啊，會同人爭位咯。船上面我哋都有參觀船長室，仲同副船長影相添。除咗每一日喺船上面活動之外呢，仲有每一日我哋都有出去行程㗎，好忙㗎。每一次咧上岸遊覽完之後咧，返到上船，佢哋都好窩心㗎，準備咗熱毛巾俾你抹手，同埋薑茶俾你飲。船上面咧都有好多外國嘅朋友，俾我覺得咧佢哋玩得仲開心過我啊！因為佢哋好樂意夜晚黑咧上台載歌載舞㗎。呢個係船上面嘅文娛表演，大家欣賞下。廠商對這個旅客特別有激情。
Okay, how about 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wonderful dancers? Wow. On paper coaster, right? Okay. So you can use the paper coaster to. 返間房，影一影露台出邊嘅景色俾你哋睇啦。今日我覺得咧都比較大霧啊，但望出去咧實景咧係靚嘅，呢個就係長江景色。喺露台咧出邊睇日落都唔錯㗎。船上面有茶點供應，我唔係日日嚟㗎，不過嚟呢一度影2張相啦。呢度有戲院嘅，每一日咧有2至3場戲睇下咁樣啦。基本上日日節目好多，我都冇時間喺度睇戲。我再講一次，唔好話我煩啊！遊長江三峽咧要揀一隻優質嘅郵輪，無謂浪費自己嘅假期。美維海船號咧啱啱喺2015年9月下水嘅，又新又大，服務又非常之好喎。我今次真係冇揀錯啊！呢5日4夜咧節目相當豐富，岸上遊啦，船上面嘅活動啦，多姿多彩啊！小道小劉，多謝你呢5日4夜為我服務。呢張係我喺船上面買嘅相，呢個係船上面嘅精品，影咗就當買咗啦。今晚嘅夜景特別靚啊！多謝美維海船號俾我愉快嘅假期。我到重慶啦，拜拜。想聯絡我可以透過以下渠道 ：IG、Facebook、Email、小紅書。多謝你支持傻姨姨啊！